前面我们学习了30个辅音字母读音，以及4个元音符号和5个元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开始学习第一课问候。那么朋友们在街上见到遇到，不免要互相问候一下。那么在我们藏区也是一样，而且长辈们之间的问候会显得格外谦逊和有礼貌。比如我们经常用的一句问候语是扎西迪列。对，扎西是吉祥的意思，迪列是如意的意思，直译过来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但扎西迪列在我们藏族人当中就相当于汉族人之间的您好。是的，但不能等同于汉语的您好，因为扎西迪列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扎西迪列您好，扎西迪列您好，扎西迪列您好，扎西迪列您好。除了这一些，我们还根据它的时间，我们分为几种问候。假如你想在时间上要做得更精确一点的话，比如说早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问候别人：小巴迪列，小巴迪列，早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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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中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你木迪列，你木迪列，中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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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晚上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广木迪列，广木迪列，广木迪列，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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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您想知道对方的身体境况如何，你应该怎么问候他？Kira gusu debu inbe。Kira gusu debu inbe。您身体好吗？ Kira gusu debu inbe。Kira gusu debu inbe。您身体好吗？ Kira gusu debu inbe。您身体好吗？ Kira gusu debu inbe。您身体好吗？ Kira gusu debu inbe。您身体好吗？那么，很高兴见到你，用藏语说应该怎么说呢？ Kira 제외 하장 가보충。 Kira 제외 하장 가보충。 Kira 제외 하장 가보충。 见到你很高兴。Kira 제외 하장 가보충。 见到你很高兴。Kira 제외 하장 가보충。 见到您很高兴。Kira 제외 하장 가보충。 见到您很高兴。那么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的朋友了，你应该怎么说呢？ Kira 가밭에 봐。 您上哪儿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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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长时间您没有见到你的朋友时，您可以这样问他： 마제 유진。 久违了。 마제 유진。 마제 유진。 久违了。 마제 유진。 久违了。那么您想知道对方工作忙不忙，你应该怎么问候他呢？ 차례
저와 차례도. 工作忙吗？ 걔랑 차례 저와 차례도. 차례 저와 차례도. 工作忙吗？ 掐列求啊，擦略多。工作忙吗？那么回答这句话应该怎么回答呢？ 토지치 nga 낭담이 키라 간제도. 谢谢，很好。您呢？ 토지치 nga 낭담이 키라 간제도와 谢谢很好您呢？ 토지치 안낭 다미 키랑 근제도 谢谢，很好。您呢？前面我们学习了问候一课，下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来做一些句型的练习。首先是谁谁谁身体怎么样？素，姑素肯这多。比如说你身体怎么样？那藏语应该是这么讲的 ：Kira gusu kandedo。你身体怎么样 ？Kira gusu kandedo。你身体怎么样？那么比如说，老师身体怎么样？严啦gusu肯这多。老师身体怎么样？严啦gusu肯这多。老师身体怎么样？比如说，扎巴先生身体怎么样？藏语应该这样说：姑谢不查过了，姑素肯这多。扎巴先生身体怎么样？姑谢不查过了，姑素肯这多。扎巴先生身体怎么样？比如说夫人身体怎么样？藏语应该是잠구쇼 키랑 구수 간제도。夫人身体怎么样？잠구쇼 키랑 구수 간제도。夫人身体怎么样？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谢谢，您呢？突击起，키랑肯这多。比如说，谢谢，很好，您呢？藏语的话应该是토지치 낭다미 키랑 간제도。谢谢，很好，您呢？토지치 낭다미 키랑 간제도。谢谢，很好，您呢？比如说，谢谢，非常好，您呢？突击起，哈江雅不多，키랑肯这多。谢谢，非常好，您呢？突击起，哈江雅不多，키랑肯这多。谢谢，非常好，您呢？比如说，谢谢，一切都很好，您呢？토지치 창마 낭다민도 키랑 간제도。谢谢，一切都很好，您呢？토지치 창마 낭다민도 키랑 간제도。谢谢，一切都好，您呢？比如说，谢谢，不错，您呢？突击起，我怎么读？키랑肯这多。谢谢，不错，您呢？突击起，我怎么读？키랑肯这多。谢谢，不错，您呢？比如说，谢谢，一般，您呢？토지치 찌따리 키랑 간제도。谢谢，一般，您呢？토지치 찌따리 키랑 간제도。谢谢，一般，您呢？刚才我们学习了两种比较重要的句型，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Tristelen, Kestele, Kiran Gusu de Bembel, Masubunandami, Tujichi, Nicha Kiran Jam Juma, Nakanania Robi, Tandi Kiran Washuve, Mani Bungiana Deyu, or Jivel, Tutu Yana Shuvatisha, Tujichi, Only Kiran Kalipia。
刚才我们在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接触到了很多词汇，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练习。躺不，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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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롭체 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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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첨지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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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첨지问候这是点列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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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吧早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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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白天你们白天广木晚上广木晚上速不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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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家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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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不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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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吧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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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巴拉哪儿卡巴尔哪儿卡巴拉哪儿卡巴尔哪儿走走去着走去走走去着走去马杰与任久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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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工作掐列工作强烈工作掐列工作切娃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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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击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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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了最近你瞧着最近你瞧了最近你瞧着最近节目穷没有见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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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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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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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纳内地贾纳内地贾纳内地贾纳
内地，谈的，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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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住，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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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ip，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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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走，去，列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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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康宿舍，聂康，宿舍，聂康宿舍，聂康，宿舍，腿次，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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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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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列尔 pip，慢走，再见， clear pip，慢走，再见，卡列尔 pip，慢走，再见， clear pip，慢走，再见，仓吗？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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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学习了第一课问候，我们学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词汇、句型，还进行了情景对话练习。那么，问候可以说是走进西藏的入门语。通过学习这一课，您一定了解到了在西藏地区如何跟藏友打招呼。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节目见用。再见。